各位乡亲好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全民普发6000块的消息。原地按算上紧伫咧4月初6会汇入去民众的口座，不过却受部分的民众昨昏就提早领到。原来是王道银行引用家己的资金，先拨予有登记的客户。王道银行嘛对造成社会纷扰来回释咧。经过下部会协调了后，北京公股银行拢会伫咧今仔日拨款，中信银行嘛会伫咧今仔日暗时6点进前来发放。若电话邮件是明仔载会甲钱拨落去。手机接到通知，讲有现金入销，用网络银行查，今夜拄好是拨发现金的6000。抛出交易的名式，全民共享发现金。但小姐无什么特殊的身份，提早领到这条钱，伊也惊一日。我们想说不是4月6号嘛，就我后来就是去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那个 app， 然后跟信箱就发现，真的还进来了。然后上面就直接有写的，就是说呢是全民普发现金的那个来由这样，然后就觉得还蛮惊讶的，为什么会这么早？也有真侪网友讲，家己伫3月31就提早领到6000，比政府公告的4月初6早几落工。银行出来说明，讲这唔是诈骗。财经公司本来是希望我们5点之后再给，那我们是提前半天给，那我们是用我们银行资金先行提供给消费者，那之后我们会依规依时程再跟财经公司结算。王道银行讲，私营银行先出钱拨款给用户，对无遵守规范是本行个别的事件，造成其愈加困扰真保险。行政院经过跨部会协调，决定开放提前入销。北京公股银行4月初1就当收到6000，中信银伫初1下午6点进前拨款。中华邮政考虑到初1是邮局发薪水的日子，担心作业未付，所以延到初2才发。财政部提醒讲，民众会当入存款簿啊，登入行动银行或者是网络银行查看新收入销，伫咧摘要或者是备注的所在，新收写行政院发全民共享发现金，或者是写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的字。根据财政部加社会部的统计，到今仔早起5点，已经有超过720万5000人完成登记。记者综合报道。从今仔日开始，就是连续5天的清明连假。根据气象局的预报，连假的头2天会落雨，天气会较凉冷。初3、初4较好天，初5方面就会搁活来。若交通的部分，今仔日国道路南车上济，部分的路段启动高升载的管制。若火车甲高铁为昨昏下晡就开始要让灯。进入车站付费区及搭乘列车，请全程佩戴口罩。随吹阳凉北凉，少数旅客袂记哩坐大众运输工具，也是爱挂吹暗。身体规范进入付费区，除了饮食，也是爱专程挂吹暗。台北车站拜5下昼就出现提前休假的坐车人潮，北部国道都会区也伫我尾仔出现车侪状况。高公局分析，连假5天，以4月初1路南车流上济，北返高峰是咱伫假期的第3到第4天。如果到南向的话，则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如果要北返的民众的话，南部地区建议在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的建议在中午12点前。而至于国道5号的部分，南向的话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连续假期天气多变，4月初1，华南风雨区东线东部以北雨较大，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初2起，水汽豆豆收大。初3到初4，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初5方面，晚间后半天起，北部甲东北部地区会转为雨雨。连假期间，雨上大时间集中伫4月初1。降雨的时间大概从明天清晨开始，在中部以北就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况出现。那目前来看，白天这段时间是下雨最明显的时段。休假日报道的方面会影响台湾能力。气象专家加新兴提醒，当期有无资料显示，接落来4月中旬到5月20之间，大环境不利落雨，天气会偏向稳定小大，民众也是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上新的消息。总统蔡英文出访结束纽约的行程，今仔日透早去瓜地马拉进行国事访问。瓜地马拉的外交部长亲身来迎接，现场的侨胞嘛是热情来欢迎。在总统蔡英文去到瓜地马拉的时阵，当地媒体风声讲，瓜地马拉按算派外交人员去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嘛讲，呼吁瓜地马拉爱认清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量早做出正确的选择。袂输咧暗示台湾甲瓜地马拉的邦谊特别产生变化。不过总统府有随出来回回，
因讲中国无权介入咱国的外交事务，呼吁中国爱有大国的国际责任。外交部嘛认为讲，中国趁蔡总统出访的时阵，一直放出假信息，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蔡总统接落来嘛会甲瓜地马拉的总统见面，签署双边的合作协议。总统去瓜地马拉访问的情形，咱拄才已经看到啊。接来，咱来看，咱前总统马英九是输人毋输阵去中国访问，昨日甲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有讲到九二共识几啊届。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台湾人是无法度接受。另外，马英九毋但讹到中国的防疫成果，佮讲疫情迄当阵，台湾接台商转来的武汉包机，是甲中国带来麻烦。陈建仁讲，无法度理解马英九是安怎会讲出这款话去扒给中国。现在台湾的高铁从台北到高雄。两人开会气氛正好，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31日，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的陪伴之下，为武汉籍高铁去长沙。宋涛表示，中国是全世界高铁去上济国家。马英九是讲台湾高铁已经有趁钱，双方就高铁设计交换意见。你们现在这个是用分轨的还是用标准？标准就是这个1.435第三乐章标准轨，怎么会这么宽敞？大陆上车厢嘛，车厢的设计啊什么都比较宽敞。马英九按算4月7日去北朝廷马家县陪访，暗过马英九甲宋涛30会面，讲九二共识强调两岸关系由两岸家己和平解决。行政长陈建仁回应，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台湾人民无法度接受。中国已经对9·2共识已经定调是一个中国，而且是一个中国而且是一国两制，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台湾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马英九讹到中国防疫，讲到台湾处理武汉包机，和中国增加麻烦，一回失礼。但建仁表示无法度理解马英九为什么附和中国。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那他所说的这些话呢，我是没有办法完全从事实上来理解这样的讲法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马上回了，国台办就宣布4月7日开始，两岸航线免批写，改用14点钟快台阴性证明。被解读是造桥马英九上半秋里，民进党立委批评马英九正做中国的统战工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为讲话，中国是对台释出战机，陈明忠强调，马英九访问中国绝对公开透明，捍卫中华民国的价值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基隆河海公道展开伫咧基隆市府审查通过，会展开第2阶段人数。中山会表示，这个公道已经获行政院认定是非属于地方的自治事项来驳回，依法袂当补正。因认为基隆市府认定已经是明显违反规定。咱来看联合报，112学年学测报名的人数差不多是118000人，比去年小可增加。不过根据评选会统计，三大升学管道当中，翻册推荐、个人申请今年报名的人数拢有减少，放弃翻册入学资格学生嘛是比去年较侪。大学甲高中预估应该是去年分发入学的优势，互今年学生想要向分科测验来打拼。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为4月份开始补助国民年金一半自付额，实施到今年12月份为止。扣除原本专业补助的低收入户甲重度生长者，按算会有268万人受惠。而看依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陈明忠就质疑讲，这根本是为着选举伫咧压钱。后来，咱来关心电钱的消息。为4月7日开始，电钱就要起价啊！民生用电一个月会用超过700度，电钱就会起3%。不过，若是甲人细厝分租隔间的房间，公家用一粒电表这种的，真紧就会超过700度，电池8面就会起着。虽然台电讲会当申请到抵费电表，不过这就要厝头家的同意是真够工，这个问题恐惊是真好解决。一户家做几落间的分租套房甲分租雅房，因为厝税较低，侪学生甲拄出社会的少年人也是弱势者，拢会选择这款厝。不过4月7日开始，一个月用电700度以上，电价就会起3%。这款侪人住共一户的分租户，就有可能超过。现主是有厝头家开始乌白化价，从6块、6.5块
7.5块到7.7块，就是7.69，各有人喊。分租套雅房又特别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台电表示，分租处型会再向台电申请抵费电表，让台电知影这是分租户，就袂甲起电价。但是立委指出，这种电表厝头家若无同意，就无法度申请，而且施工的时间长，各搞工，真好解决问题。所以妈妈基金会建议，会使先为户厝卡通看到电费单开始解决。电费单里面有整体的用电，以及特别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期每度平均电价，房东以后就照这个当期每度的电价来收费，不见得每个房东都会给房客这张电费单。你要去查电费的话，要有电号跟用电户名才能查。所有的用户资料呢，都会涉及到用户的个资，到底能不能够去查不是你设户的资料，会有争议的问题。立委要求针对开放厝卡插电费3礼拜内要有阶段性结果。另外，现主是规定，厝头家收电费袂使超过台电公告结构相关价的天棚。所有厝头家甲天棚当做楼地板，每个月拢收结构相关价。基金会建议应该修改定型化契约，规定收费标准以电费单啊顶悬的平均每度电价收费。内政部表示，佫需要研究。记者郭伟霞、桂林台北报道。台铁有一只德鲁固自强号，昨昏早起伫咧花莲富里往东直的方向有一只牛煞走去铁基路，火车被副救挡啊，全安尼甲牛弄死。因若昨日嘛有另外一只牛去互区间车弄死。台铁连续2天弄死牛，有影是真罕古，互人质疑铁路安全的问题。因若花莲的牛因为无强制爱拍耳漂啊甲晶片，所以目前是要找无这只牛的主人。这个火车弄着牛的事故发生伫31透早5点半，台铁401处太鲁沟伫经过富里站到东直站之间，常常出现一只牛，未赴打洞啊，牛就弄死。牛是为倒位来，附近人也无清楚。这边没有人养牛啦，也没有看过牛在附近。这边没有嘞，这边没有嘞，溪里面才有。台铁工作人员透早就来清理牛的尸体。太鲁沟区头前有搭入去超过故障，路去时再去花莲站了后，换普悠马河转接上北。对花莲沿线常常有这创入了后，出代志找不出人，感觉真无奈。像台东县政府那边，他们对这个饲养的牛只，他们有要求要植入晶片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能够比照来办理。另外，附近伫北平1公里的所在，3日也发生过牛只创入一台4508处区间车也弄掉。台铁强调沿线拢围栏，怀疑牛是为并高道进入，按过铁路警察调查发现，围栏边疑似维修网无关。事主除了要赔偿台铁车辆损失以及列车营业损失之外，因为他没有妥善负起监管的责任，以涉及公共危险罪。关心花莲饲牛无亲像台东同款强制规定爱设置晶片，县府农业处表示，因为牵涉发钱甲经济，相关规定佫需要中央核定。去年12月已经将法案函送中央，目前在等农委会回复。记者综合报道。六福村动物园的人熊走出来10多天，落尾煞去互人担死。农委会昨昏去六福村的动物园区勘察饲人熊的所在，要求因爱伫咧1个月内改善防止动物逃走出去的设施，半年内爱甲动物种晶片。因若农委会嘛要修法，若准是去互动物走出去，主人的罚金要提悬到30万，而且请人盗找动物的费用嘛爱由主人这边来负担。勘察六福村的车队进入园区，沿途看园区的围栅顶的防护措施，敢是有损坏。那人熊3、5只规定四散伫园区，也佫有人熊围成一连享受水果。看到人车经过一点仔拢毋惊，甚至好奇想要挖进采访的车队。农委会林务局协同新竹县政府甲动物专家，31前往六福村园区进行人熊饲养甲活动场的勘察，找出可能的欠点。外界质疑园区的人熊数量，伫当初拢已经制约啊，为安怎无设置晶片？后续还是会找一些兽医方面的一个专家来做一个讨论，还有因为他们是用放养式的方式，所以你要每一只要怎么抓植入晶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考量的地方。到底有偌济只人熊？目前敢是155只，安怎精准的掌握人熊的数量？有动物影像辨识专业的农科院所长陈正文表示，清点动物数量确实无简单，伊建议会当用 AI 辨识。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增加人熊场域的丰富度。
但大的族群到了1点的时候，就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社会性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争扰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有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被迫要逃了。王英表示，河保港的人嫌族群分别有美也是休困的场所，会当减少冲突、加脱逃的事件。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进一步表示，31个现场勘查了后，会伫1个月内调查清楚人嫌脱逃事件，佮对外说明。这件事情的始末，那在1个月以内，那会对外来说明清楚。所以，我们野生动物的清册，那它的数量管理，还有哪些的那一个问题要再精进。对动物园设施无完善的处罚，农委会也计划相关修法，加重饲主管理的罚金，提悬到30万。另外，也要修法发生脱逃造成主管机关协助维保所衍生的费用，也由饲主负担，有计4月完成就路。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洗清过路人地价的歹名声，交通部即马修法，要提悬罚款。若准伫路面无让过路人优先通过。无论是大架车、小架车，一律拢罚3600。若是无让视障者先过，会罚搁较重。这个新制度伫咧昨昏开始实施。骑车车患无顾人行道有人，无暂停无让人向前行，互直行的环境走落来。要礼让行人通行哦，你不能从行人之间穿越。麻烦你证件我看一下。交通部修法提悬车无让路人的罚钱，小型车罚钱为原本2000，大型车2800，全部提悬做3600。若无让带导盲犬或者是用拐视障路人，大车罚加重7200，小车罚4800。新制上路第1天，台北市交通队也伫路人较侪大路口扩大执法。在行穿线上，行人的方向前方3公尺以内，车辆就应该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这3公尺大概会是一个车道宽，或是3个枕木纹左右。但是他们有时候是我们走，有的人走得很慢，他就不让了。有真的有。车子不让的经验多吗？哎，不会，台北市比较还好，出了台北市就差很多。交通部统计，去年有将近400个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修法重罚，除了环境扩大执法，全台260个路口也用科技执法。今年也会增加14个科技执法路口，也会同内政部进行路人环境改善，按算今年改善1218路口，希望能改善路人地价的恶名。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化学系有一个毕业生拿玉成。去年甲中华职棒未全量签约签2年，才做头一个台大毕业的选手。台大讲会提供更较侪资源，予学生多元发展，来拼出无同款的路。基本电投正式的体能课，未全量2022选秀的新人拿玉成，你来球队了，是看到职业业务、规划、资源，甲学校拢无同。可以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对自己丢球的习惯啊，一些节奏会对自己来说会蛮有帮助的。爱拍棒球，过人家己职棒，会当讲是梦想成真。真正是建中棒球队甲台大棒球队，大学4年进前无想过有这种可能。有这个转变，是从台大体育小主任、台大棒球队总教练孔正南推荐伊去新北棒球队训练。尤其寒暑假的时候，我就有拜托那一些的教练，就是说，让我们这个选手去跟你们一起练。然后事实上他在那一个期间也吸收了不少，也学习了蛮多，也进步了蛮多。孔正南讲，拿玉成190公分，如果是左投，条件正好，再加上有热情、肯努力，学校会当做就是帮伊找更加侪专业的资源，可以去试看卖咧。你在大学阶段，其实你还没有任何负担，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的时候，就尽量去做尝试。然后就像我前面讲，你不要去担心说，别人会不愿意帮助你。孔正南讲，拿玉成可能唔是唯一的特例，不过也代表上中生涯唔是无可能的代志。台大也讲，这几年伫咧撒未来大学，鼓励学生跨院校学习，就是希望学生往有兴趣的领域发展，有了跨领域的能力，以后的路就更加多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 Trump 伫2016年大选的时阵，为着买互伫咧外口偷食的买台白空，伊提钱甲对方的喙踢起来。而且这条钱是用法律顾问费来报销，违反选举法。即马 Trump 已经被起诉，正做美国头一个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共和党是批评讲这是政治迫害，佮讲要追究办理这个案件的检察官。
美国各大媒体30晚拢伫咧头版头条报道，唐纳川普将做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到刑事指控的前总统。承办这件案件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办公室外口，除了连线的媒体记者以外，也有反川普的示威者。其中一位手内标语写着“该关起来，锁匙单调”。I am feeling somewhat relieved. I think that I'm hoping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that will really bring down a very, very bad person. 川普伫咧2016年大选进前，为了要避免分化前逼空，拨付13万美金的封口费，和摄政片女明星丹尼尔斯。封口费并无违法，违法的是川普用法律顾问费的名义报销，并且涉嫌违反选举法，通过伪造记录来暗砍犯罪行为。这伫纽约是重罪，因为起诉书也未公布，外界对具体指控也无清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消息讲，川普面临30几项甲商业诈欺有关的指控。川普是发声明讲，伊家己是清白的，也讲这是史上上悬层级的政治迫害，选举检举，而且向支持者要求援助，希望大家捐钱帮伊拍官司。自从这个月18，伊宣布伊4天后会被逮捕了，到即马已经募集到200万美金的竞选经费。共和党顶也拢指控这是政治迫害，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更加以滥权批评承办的检察官白爱荣，讲会追究伊的责任。因为民主党是讲无人会当越过法律。Happening, is it going to make his campaign less? Like, do you think that will, like, It's going to give him the presidency. Just watch. 美国宪法对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规定，并无包括无犯罪记录，所以起诉或者是定罪，拢无法度阻止川普国选。There's no legal ba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the president while incarcerated. Now, there would be some very practical hurdles, and there will be practical hurdles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on his ability to campaign, particularly if in 2024 or by. 顶礼拜路透社做的民调讲，有44%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若被起诉就应该退选。昆尼比克大学这礼拜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若川普面临刑事指控，应该取消再一遍参选的资格。75%的共和党受访者是持反对的看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最近是清明的连假，大家出门都要会记得注意安全。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